正打开一本新书，点开不熟悉的影片，听着别人的故事，让自己的灵魂旅行。有时候在路上随手记下生活的片段，灵感是生活里慢慢被唤醒的喜欢。我喜欢接触新的想法，为我的创造力注入活水，一句话一个画面变成心里那道光。我愿意让好奇，让世界流进我的心，让创造力像河流一样活水长流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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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敞开，世界也会回应我。灵感就是和新事物接触的瞬间。